尔其豪党卡赫拉曼马拉省委员会就同胞城市协议对妇女的暴力和森林火灾发表一份声明。近日，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省市与中国医务室签署了同胞城市协议。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了东突厥斯坦，无视国家的存在，因此为了使东突厥斯坦处于压力之下，多年来他一直在系统地实施针对维吾尔人的同化政策，这是世界上最卑鄙和最低限度的治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起表示反对这项决定，这不适合我们的英雄城市，不适合我们城市的历史，我们永远不会接受这个决定。我们希望签署该协议的当局和卡赫拉曼马拉省市长海拉丁管库尔认错，并撤回这个协议。据路透社报道，在世界两大经济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说，中国拒绝了美国海军军舰最近几天访问中国港口城市青岛的请求，这至少是中国本月第二次拒绝美国提出的请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说，这艘驱逐舰本应该在星期日访问青岛，但中国此前拒绝了这一请求。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的要求被拒绝时，这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北京。然而，中国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要求直评的请求。哈什干的城市警察局拒绝有数十名胡须男子被拘留并被迫刮胡子的声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人被迫，警方永远不会强迫任何人刮胡子。一些男子于8月23日在哈什干的一个商贸中心被警察拘留，他们抱怨说，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后被迫刮胡子。警方补充说，有些男子留胡子并建议他们刮胡子，以便他们的面部看起来像他们的生物识别护照一样，出于安全考虑。贸易战在亚洲打击了中国股市，人民币汇率已达到过去11年来的最低水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对亚洲股市的新型工业国家货币产生了不利影响。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8月23日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税后，人民币8月26日当晚下跌0.6%。据报道，在印度控制下的可什米尔特殊地位被废除后，安全行动和对平民的压力增大。根据印度 SAROLL.IN 网站上的信息，印度政府于8月5日突然宣布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取消了印度宪法赐予印度控制的可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度安全部队随后发布了紧急状态，袭击了房屋和工作场所，并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拘留了平民。